说很详细。哎，大姐，来我这命吗？不要。您这怎么办呀？哎，价钱好说，挑俩大的，结实。您看看这个，不错吧？这瓶里的外敷，草药啊，口服。谢谢掌柜的。哎，钱呢？掌柜的，我今日出门的时候忘了带钱，你能不能让我先赊一下账，改日我连本带利一起还你？去，没钱买什么药啊？掌柜的，你行行好，我妹妹她已经病得不省人事了。我这开的呀是药铺，又不是慈善堂。再说了，这救济百姓啊，乃是皇上和官府的事儿，又不是我这个生意人能做的。你要怨，就怨皇上和官府吧，别怨我。说很详细。你是在哪里买的？哎，站住！过来，你站住！上哪里？哎，站住！这怎么办？走吧，你过来，走吧。大哥哥，你是不是也饿了？你也想吃烧饼吗？小妹妹，哥哥不饿，是哥哥的妹妹饿了。你能把这张白面烧饼分给哥哥一半吗？等将来，哥哥一定还你10张肉饼。真的，你没骗我？真的，我没骗你。好吧，我相信你。你将来要请我吃肉饼，这块大的给你吧。小妹妹，你真好。你能告诉哥哥你叫什么名字吗？我叫喜儿。喜儿，真好听。娘，买到米了。哪来的没脸的东西，居然敢骗一个小孩子的烧饼？这个烧饼可是我当奴陪嫁的银簪子才换来的，居然被你骗去一半。这位大嫂，我没有骗你，我只是暂时落了难。等我回家有了钱，我一定还给你10张烧饼。还？你骗谁呢？这年头，就说你一个叫花子，就连官府都不讲信用。说好的每人每户1两银子1担米，结果呢？只给了这么点发了霉的陈年糙米。你们淮阴县也是如此吗？哪年赈灾不是如此？府里的灾民上能领到少许白米白面，到了我们县里，就只剩下这发了霉的陈年糙米了。再到下面各个乡村，剩下的就只能是糠皮了。